为了要推广台语文化，中央广播电台、国家广播博物馆举办台语广播夏令营，唔但教囡仔用台语来读报纸，佮用台语来配广播剧，大家唔但会当学台语，也会当入捌广播历史。台语广播主持人教囡仔来唱台语歌谣，佮甲中央广播电台、甲国家广播博物馆结入去歌词内底。家己县面向的国家广播博物馆举办台语广播活动，学生学甲津津有味。花英。啊，佮有咧？唱歌。唱歌，啊，唱啥物歌啊？丢丢的。对对对，你感觉好耍无？好耍。伊讲台语文化，所以嘛希望讲囡仔会使伫迄个快乐的环境，啊，搁伫咱这历史悠久的文物馆的建筑物内底，会使来学习。国家广播博物馆表示，这是第一届以台语做主题办的活动，学员除了学习本土语言，嘛会当入捌广播博物馆的历史。这个广播夏令营呢，就是希望讲透过无共款的这个媒体这个方式，互因会当对台语有兴趣啊，含这个媒体做结合，未来可能会互台语无共款的这个元素含新形态这个广播人员出现安尼。我想要看到天线。啊，佮有无？电磁波。为什么你想要看到这呢？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较特殊的物件。咱这个小小主播是周英林，英林，请。有的校员台语已经讲甲正咧转，有的则拄开始学。新闻主播出身的老师教囡仔用台语读报纸的美感，囡仔不只是了解广播知识，嘛学着正确使用台语的功夫。记者林慧婷，嘉琪报道。